么成佛的方式，那有各种各样，当中来说的话，那我们就是在从安排分摆在大乘、至小乘、大乘、密乘、金刚乘等等这种佛教九乘的过程当中，那么主要就是我们都是成为了大乘佛教的一个修行者来说的话，那讲述就是在吉天菩萨把所有的佛经的精华集中在这个《入菩萨行论》的这一本书当中呢，就是在菩提心的利益品，这就是菩提心的利益是多么殊胜。讲到的就是菩提心的殊胜是菩提心的利益是非常非常的殊胜的这个道理。那这个殊胜是针对哪一个方面？那我们前面所讲的，针对六道轮回的这个，相当于可以说摧灭六道轮回或者是我们要脱离六道轮回。知道六道轮回当中呢，就是永远也是在轮回，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来解脱的情况下，那我们只能是靠什么呢？我们自己有没有能力可以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没有啊，我们自己明天会变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计划明天要做什么，后天要做什么，我们看日历，看那个我们写行程，全部都会做日记什么，但是真正的明天有什么变化，谁都没有办法决定对吧？所以轮回是一个这么不可靠的一个地方，是一个这么无常的地方。所以佛陀说轮回里面多不好，这不是吓唬我们。佛陀给我们讲的就是世事的道理轮回本来就是这样，佛陀给我们讲的就是轮回的真相所以我们要从内心当中要有对轮回的处理性、严厉性，需要解脱的心。那我们需要解脱的一个人，只要是有心想要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的一个人来说的话，那没有比菩提心更重要的，没有比菩提心更重要的情况下，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要学修菩提心，我们要发菩提心，修菩萨戒。那么我们修菩萨戒，维护菩萨戒的戒律，然后就是要长期不断的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做任何功德，不管是大的功德、小的功德，参加共修也好，在点一赞灯或者是念一句咒语，全部都是前面要发菩提心，都是为了什么？为了要获得菩提心而今天要修。不管是念哪一个本尊的信咒也好，念哪一个这个佛菩萨的圣号也好，念哪一个经也好，都是要有菩提心的基础上修持才是最圆满的。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从内心当中产生持菩提心，以这样的一个目的而出发，这才是正确的。所以这里面所讲的主要是想要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的人，那就必须得要修持菩提心，没有比菩提心更重要的那如果是不想脱离六道轮回的话，那不用发菩提心。那么这个所谓的脱离六道轮回，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六道轮回当中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实现有业力再来的以及尘愿再来的，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尘愿再来的就是佛菩萨，就是尘愿度化一切众生而再来的。
那这也是会在这个如菩萨行论里面的最后的这个祈愿文当中会出现的。有一句就是在主要是有天空有存在的时间当中，众生也是会存在的。那么在众生存在的过程当中，我也是诚愿再来，我也是要利益一切众生，能够可以在诚愿或者是祈愿利益一切众生，解除一切众生的痛苦，以这样的一个祈愿。那么这就是菩萨的祈愿。所以如同观世音菩萨就是度化完六道一切的众生以后，他成为了佛。那么成为了佛以后，是不是不用再度化众生？那也不是啊，佛也是在度化众生，但是有菩萨的过程度化众生，而且是成为佛的过程度化众生，就这两者都是有不同的。所以主要是我们发愿，就是最大的愿，就是我们要发愿度化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以这样的一个心来说的话，那我们要知道六道轮回、因果轮回的轮回过患、业力的因果的这些道理，都必须得要清楚的。那么从轮回当中要有一个脱离心、处理心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呢，就是这个方式来说的话，那能够可以脱离轮回的方式最为殊胜的是菩提心。那很多人都有说，没有在修持佛法的人，很多人说有的时候或者是甚至有接触了佛法的，那么就没有真正的学习的，也没有去想到那种生死轮回的这些人说，哎呀，有些人讲课的时候都是讲生死，我不太喜欢听。那有些人都是说，哎呀，出离心，我也有点不能接受。原因是什么呢？那你要求什么呢？他当然说，哎呀，求我们比较顺利一点嘛，发财嘛，就是工作顺利嘛，感情顺利嘛。那这些都是实际上，你如果是为了要感情顺利的一个人，他有感情不顺利的痛苦。这根本是什么？因为这也是因果轮回。你在轮回过程当中，你有感情不顺利的痛苦啊。你没有办法升官发财的那些人，那你也可以先暂时不想生死你先不敢想死，那也可以没有问题。你也不要去考虑后面的这个下意识，也可以，因为你只有这么高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智慧的话，你也可以这样想。但是你没有办法升官发财的这样的，你就是为求财、为求那个官的那个需求跟那个执着，那个得不到的这个痛苦是哪里来的？因为是你在轮回当中所以就是有这些痛苦。所以你不想脱离六道轮回，还有用吗？那你所谓的出离心，哎呀，很多人说，哎呀，出离心不要讲了，先看看有个能不能够可以讲发财的方面。那其实你不发财的痛苦也是因为在轮回当中。你如果没有在这个轮回当中，你没有为了发财的这种努力感，那这种不发财的痛苦也不存在感情也是同样。那有些人就讲，先不要讲出离心，哎呀，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是很重要。你不健康的原因，因为你在轮回你是一个众生所以就是有这个不健康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不要从根本上解决？就是要脱离六道轮回脱离轮回了，你也不会有这种健不健康的问题那这不是更好吗？但是众生的智慧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上觉得自己最聪明的人觉得自己最有智慧的人，实际上的这个智慧是最为狭小的，都不敢想，不去想下意识，只想到在意识当中来说也是
只有会想自己面前遇到的这个困难而已啊，过去的那些困难他也忘记了，过去的痛苦他也忘记了，啊，那现在遇到的这个痛苦才是他觉得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怎么办？那都是会一直痛苦，一直为了这个烦恼，一直为了这个烦恼。实际上呢，就是过去你也遇到过这么多的那些痛苦，你曾经都是下过地狱，你这个都忘记了。你曾经都变成恶鬼，你都忘记了。好的时候，你曾经都是变成玉皇大帝的时候，你这个事情也忘记了。只是现在短时间里面的一点点的感情的痛苦，一点点的这个生病的痛苦，一点点贫穷的痛苦。那么为了这个，那有些人就是本身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官，但是也是更要升官。所以呢，这个当中呢，一直就是感受他升不了官的这个恐惧感、痛苦，同时一直不断的造业，啊，那么就是不断的会这个带来不断的这种痛苦的因，啊，造业，然后就是相互做很多的这种欺骗，然后伤害等等各种各样的，所以众生是很可怜啊。所以六道轮回才是最可怕，所以我们就是这里面所讲的，那很简单的讲一句话说，主要是你要脱离轮回的话，就是菩提心啊；不想脱离轮回的话，就是不要修菩提心。这样的话，很多人听起来那就很简单的一个，那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哎呀，这个跟我们没有什么实际的，跟我们的实际没有什么太最直接的一种观念，会有这种想法吗？但是仔细的去想，仔细的去看，学习佛经的话，那就是这样，就是因果的真相是什么？你的所有的痛苦是因为你在轮回，所以你有痛苦，而且你只是为了你面前的这个困难，那么解决了这个困难，是不是以后再也不会遇到这些困难和痛苦？那也不是啊，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不往解脱的路上走，实际上来做到。但是能够可以真正的往解脱的路上踏一步的人是很稀少的。所有佛经里面都是说，遇到佛法的人是很有福报的人，这不是普通的众生，不是所有众生都能够可以这么容易遇见佛法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的道理，所以不得不修菩提心。自本作人着康中